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8、8的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彦祖。今日喺下晝2點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停電就要來開始哦。因台灣人啲籌備嘅時間呢，總共係連電10日，都冇新增加確診個案。假使呢近比呢有再個冇新增加確診個案呢，亞嚟數目時就會變做第11日了。家庭外界晚上可能呢，近比台灣疫情還係唔會有太大嘅變化。不過近比嘅指揮中心卡 TPA 係總共分做嘅2場，嘅第一場呢嘅參加官員呢係指揮官陳時中，韓國有外交部長吳釗燮。嘅亞呢大家呢都啲團講近比嘅第一場都帶外講到按到乜嘅內容。近邊呢係5月18，其實呢也咪係一個 WHO 世界衛生大會來舉行嘅咧。今年呢台灣係共有無數到有獎項，台灣已經連續4年都冇辦法來參加一個世界衛生大會。不過呢今年認證台灣呢啲防疫方面呢，真經係表現到當大年。故說呢也被包含嘅像係美國、日本、韓國有像加拿大嘅國家，都當希望有見同台灣人爭取，希望呢台灣做嚟來參加也被嘅會議。韓國呢台灣嘅友邦呢有啲會議開始以前，見同台會來爭取，希望呢台灣做嚟繼續用觀察員嘅身份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等下以下吳釗燮就可能會針對按樣議題同所有嘅官員來做說明。韓國呢前線嘅疫情等下以下指揮中心會同大家來講清楚。啲記者會開始以前呢，一啲鴉片呢有一啲新鮮嘅消息會同大家來做分享。就係早晨嘅時間呢，也給微博鋪。這片呢，又有公布一類新型的紓困措施，因為紓困措施呢，請主要呢係外來針對一類社會福利的相關單位，外來進行紓困的。最講呢，認證受到100疫情影響，其實像係社福單位沒有認證，受到疫情影響，各種呢可能屬於減少動到，有動到員工家庭的薪水都有可能會拿唔出來嘅，嗰種呢家庭請主要為紓困嘅對象就包含嘅像係社福團體，韓國有像一條基金會，然後呢像係政府委託嘅復康巴士，韓國有像長洲鐵路嘅交通來接送，韓國有像餐飲單位一條所在，然後呢像係沙公司嘅事務所，也擺呢都有那啲相關嘅紓困嘅範圍度項，啲紓困呢係有條件嘅，請主要呢就講為係105年到109年，是接受政府委託來辦社會福利嘅相關業務。韓國呢，請主要呢係為冇違規嘅情形。然後呢，紓困嘅條件第2就係講，為對109年嘅1月15嘅日起時，為連帶3整年嘅數年，1整年嘅數年，桃園呢為比108年。下半年也強期會減少15%，也部分呢為合乎兩種條件，將做的呢來申請相關的紓困。嘅紓困嘅金額到底有幾多呢？嘅紓困程度嘅補助呢係100嘅數年減少嘅40%，意思呢就係講，假使呢社福團體1整年減少數年有到1萬元，嘅政府呢就會補助4000元按到，請求呢會補助3整年嘅時間。韓國呢從係超市嘅加班費，韓國有像也條團體嘅維持運作嘅相關費用，像係水料啊、天料啊、天花費，韓國有像瓦斯費一條相關嘅費用，政府呢都會同一條社福團體來填出到。然後呢，唐講就會認證100疫情嘅影響，全國一下已經有2萬客家勞工都認證按呢來了無薪假嘅，也呢就有呢位之意，也其實呢是接觸模式很卡多，就之意講政府係咪係有暗扛實際嘅數目師？疫情繼續帶來衝擊，人工無薪假嘅減半歇困勞工人數，5月中通報人數已經有22067個人，此時嘅企業2189間，企業件數創落新高紀錄。到底有人冇通報冇？長期經有人建議，呢位的確是算企業冇通報，其實沒唔會本人犯。勞動部裡面現在的法規，無薪假不需要通報，之前才要通報，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在法令上滾動式的修正？無薪假也應該通報，這樣子你們才有辦法掌握確實的數據。疫情影響到超入市場，勞動部之前決定會用超入穩定基金同國土收回業持久費打官司，引起爭議。韓國用嘅經費理由係提升勞工嘅福利，且話呢位就係認為整唔得當。
所以今天外界其实非常有疑虑的一个问题是说，你今天跟一群为自己争权利的劳工打官司，为什么你打赢打输，这个跟增进劳工权益的福祉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是回归到交通部，他要来付这笔钱，因为当初这个事情就是解决交通部所主管的国道收费的争议啊。另外，上礼拜五传出的交通部长许明春委托520调后留任，其咩证实的？谢谢院长肯定啦哈。那当然，我必须说啦，其实续任是更辛苦的承担啦哈。记者方怡先郭俊玲台北报道。基层对纾困一部分，其實呢係亞部嘅所有民眾都同關心嘅議題。觀眾哋鄉親朋友們 TPA 來注意申請紓困呢一條條件係乜嘢？假使呢克服一條紓困嘅申請資格，嘅鄉親朋友都早定呢去同政府來申請。像先前呢政府來擴大紓困呢，就係講13年有1萬元按用嘅紓困金嘅措施，嘅申請期限呢就會到2年底。而且鄉親朋友講亞部嘅假使嘅民眾真見有受到疫情嘅影響，嘅成分嘅數額都有數度減少，都話記得第2年底以前去申請。記者會開始以前呢，啲鴉片呢還有一類清醒嘅消息會同大家來做分享。唔過啲講到詳細內容以前，而家呢就嚟看記者會現場嘅情形。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好，大家午安，大家好哈。那我们今天一开始跟大家说明一下哈 WHA 的一些情形。好，那今天第73届的 WHA 哈，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台湾的时间下午6点，好就要以视讯的会议的形式来召开。那我们到现在哈都没有收到邀请函。那我想我们已经努力到最后一刻哈，看起来受到邀请函的可能性大概已经是没有了哈。那所以我们要对这样的一个情形表达我们的遗憾跟不满也要表达我们的抗议我们已经今天等于就像 WHO 秘书处会递交我们的抗议函。那整个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紧迫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时候。那其实现在在世界卫生组织最重要的议题也应该是 COVID-19 这样的一个题目那我们这样子一个努力那也做出了一个台湾的模式足以跟世界来分享那我们的成绩大家也看得到那我们现在大概在全世界187个影响的国家跟地区里面，我们现在也排名第156名换句话说，比我们还要状况不紧张的国家，其实也我们大概是在前面的3/4了那这个成绩是非常的不容易。那在这样的一个国际重要的一个卫生的会议里面，让在疫情里面足以跟大家分享的台湾模式，没有办法在会议里面来表达。那我相信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损失。那当然对我们没有办法吸取其他国家的一些相关的经验对我们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要表达严正的抗议那未来我们还是希望 WHO 能够遵守坚守专业跟中立的立场，拒绝政治的干扰那对全世界不应该有任何地区任何人被遗漏掉。毕竟我们健康权是应该是要平等的，也要同样受到关注。那我们也愿意关注其他地区人民的健康，也愿意提出我们的协助让这世界能够更好。所以未来我们仍然会秉持我们的初衷用我们的专业务实有贡献的参与能够希望对 WHO 或跟世界的健康有所帮助那以上，那我们是不是请外交部部长也跟我们说2句话谢谢陈部长。陈部长，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线上会议将会在台北时间今天晚上6点开始。那在此要跟大家报告，非常遗憾，我们并没有收到邀请函。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持续漠视2300万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
外交部表达高度遗憾以及强烈不满。我们知道各界也非常关心今天开始举行的 WHA 线上会议将会如何处理友邦的提案。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这一次 WHA 的时程大幅的缩短，各国都希望将有限的会议时间完全投入到对抗疫情，因此理念相近国家以及友邦都有建议，等到本年稍晚复会举行实体会议的时候，再行讨论友邦的提案，以确保提案能够获得充分且实质的讨论。经过审慎评估，我们同意友邦和理念相近国家的提议，延至大会复会后再进行推案。即使今年 WHA 视讯会议我们没有获得邀请函，但在努力的过程当中，相信国人都已经感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强劲支持。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9个国家的行政部门以多元的方式表达对我国参加 WHO 的支持。除了全体友邦向 WHO 提案外，也有越来越多理念相近国家的高层公开发言表达支持。其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加拿大总理小杜鲁道、美国国务卿庞培欧以及纽西兰副总理兼外长 Winston Peters 都是首度公开表态，意义重大。此外，有43个国家的政要，包括超过600位北美洲、欧洲、中南美洲国会以及欧洲议会的议员，也以多元的方式表达对台湾参与 WHO 的支持。而国际舆论也展现支持我国参与 WHO 的强大声浪。除了报道、评论和投书之外，也有全球各地多家知名媒体相接发表社论，力挺台湾，这是史上第一次。为了展现台湾能够帮忙，而且正在帮忙，也就是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 我们和国内医疗机构合作，透过视讯方式和国际社会分享防疫成功的台湾模式，也协助友邦和非友邦建立他们对抗武汉肺炎的防线。我们也和美国、欧洲多国建立针对武汉肺炎的快筛试剂、疫苗和药物的研发的合作。在满足国内的需求之后，我们也主动提供防疫物资给有需要的国家。截至目前为止，台湾总共援赠了2750万片口罩、113台热像仪、35000支额温枪以及250组体温自动量测系统。接下来，我们继续规划第4波的援外物资，总共会有约2350万片的外科口罩、116万片的 N95 口罩、17万件的防护衣、60万件的隔离衣、80台呼吸器、34台 PCR 快筛检测仪，以及50万片奎宁等，协助全球共同防疫。在这一次疫情期间，台湾的无私援助帮助了全球80多个国家，也获得全球各地的报道和赞誉。政府肩负2300万台湾人民的殷切期盼，一定会善用国际支持的动能，积极争取我国国际参与的机会。对于中国政府嘴说关心照顾台湾人民卫生健康，却一再剥夺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台湾人民只会同感厌恶，不可能放弃对国际参与贡献世界的集体愿望。我也要严正呼吁 WHO 秘书处应该聆听国际的理性呼声，坚守专业中立，摒除中国政府的干预，让台湾参加 WHO 所有的会议、机制及活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或者 WHA 第25.1号决议完全没有涉及台湾，也没有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台湾。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只有台湾的民选政府有资格代表台湾人民参与国际组织。我也要跟台湾人民报告，虽然这一次我们没有接到 WHO 的邀请函，但台湾人的志气就是越挫越勇，永不放弃。而当国际上支持台湾的声音越来越强大时，我们离成功的目标就越来越近了。谢谢大家。
好，谢谢这吴部长的说明跟声明哈。那现在有问题可以提出来。NHK 2个问题提问。第一个问题是在今年这个多国就是声援台湾的这个力道这么强的情况之下，台湾还是无法参加这一次的大会，所以还是想要请教一下，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阻碍到底是在哪里？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次我们无法出席，那有很多支持台湾的国家，他们也会有可能在大会中有所表达。那我想请问一下，目前掌握的状况，支持台湾的国家，他们会在大会之中做怎么样的表达对台湾的支持？然后台湾方面对这次的大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就是希望这些支持台湾的国家，帮台湾争取到什么，然后或者是说在大会中传递什么样的讯息？谢谢。非常谢谢这2个问题哈。第一个是有关于为什么国际社会支持的声音这么强大，那但是还没有办法那个参与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或者是说阻碍在哪边？那我想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对外做了很多的说明，那也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说中国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控制干扰，它的力道实际上是非常的强大。那即使是有很多的这些理念相近国家，以及这一次友邦全体都为我们直言、为我们尽洽，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改变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他们的这个态度。那如果说等到国际社会支持台湾的这个力道大到足以掩盖过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控制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参与的这个机会是会越来越大。那我们也知道，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处在受到中国干预的那个背景，就是因为在2005年，中国跟世界卫生组织所签订的这个秘密的这个备忘录。那这个秘密的备忘录等于是钳制了我们台湾可以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或者是说其他的活动机制，或者是会议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那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透过理念相近国家来做好研究，让我们未来参与的机会能够提高。那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一次的大会里面，时程是非常的短，那所以我们台湾的这个议题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就是说我们会延到今年稍晚的时候，可能是秋天的时候，它进行实体会议的时候才会再讨论到我们的这个案子所以说这一次的那个会议里面应该是有友邦国家或者是理念相近国家，他们都会对台湾的这个参与的议题表达支持。那整个要参与 WHA 的路还非常的长，大家也看到，就除了我们展现的专业跟世界有贡献的这一方面的能力之外，那事实上在世界还是存有霸权存在，那我们不愿意被矮化，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专业能力博取更多人的认同，我们要持续的努力。好，那以上我们这一段的还有来，请。指挥官好，大纪元提问，想问一下，外交部规定就是之前规定说，持停留签证入境台湾的外籍人士总停留天数不得超过180天，但至今各国所采取的国境还有飞航限制，多未解除。那想请问，这受不可抗力的疫情因素造成180天上限的问题，那外籍人士就想要询问说，如何才能延长申请在台湾的天数？谢谢。有关于用免签进到我们台湾的，他们有停留天数的这个限制，但是我们已经让他们能够自动延期2次了。那接下来如果说超过180天的话，我们也正在跟内政部进行讨论，希望能够做一些解决，让因为疫情而没有办法离开台湾的这些人能够继续留在台湾。长官好，想请教一下，
刚有提到的抗议性的内容大概会是什么？已经开始撰写了吗？谢谢。好，我们已经由那个今天要向这个 WHO 的秘书处会递交，那当然是写好了哈。指挥中心好，自由亚洲电台提问，想请问一下，刚刚有看到那个《自由时报》有报道，就是说谭德赛急转弯要求 WHA 委员会研究台湾出席，就是说面对多国要求，谭德赛就是15号突然决定委托 WHA 委员会予以研究台湾出席，不晓得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资讯，那情况怎么样？谢谢。要那个看这一次实际的那个会议的演变。那实际上这一次 WHO 的那个总务委员会并没有开会，所以这个报道并不确实。好，那我们就非常谢谢各位，也谢谢我们吴部长。好，那我们这一段的记者会就到这里。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午安。那我们谢谢大家今天能够到机关署来关心我们国人的健康。那今天我们的记者会还是由我们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我们的副指挥官陈副指挥官以及张尚存专家小组的召集人张教授分别在指挥官的左手以及右手侧。那另外的在我们副指挥官旁边的是我们社区防治组的庄任祥庄副组长兼发言人。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一天来工作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宣布今天没有新增的病例，那累计398人解除隔离。那今天我们也很高兴我们的农民也受我们这个连指了他就一直连都要指我们也希望就连下去那也在这段时间大家看到我们常常有一些产品那其实农委会一直跟我们在密切的合作，从以前在禽流感从禽流感各方面非洲猪瘟这跟本部都有相当多的一个合作。那这次农委会也跟我们站在一起，那我们就跟农民都站在一起。那另外今天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这2天也收到很多的电话来跟我抱怨就是说有关于纾困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其实每一个地方各有它的一个表现的不同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进来以后我们会定期来公布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表单，让大家看看在纾困大家核定的一个比例跟一个核定的案件数跟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效率那每一个地方政府各有其所长了各有不同。那不过这里面我们看到在受理的案件数跟核定的案件数确实都以新北市为最多不过因为新北市的人口也最多了所以相对只用案件数来看，那当然就是这6都就会成绩都会比较好但是如果用比例来看就会把这个事情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那总共在核定的案件数，我们现在看看大家受理然后再处理的相关的速度。那基本上我们是用，就是受理的案件数、核定的案件数的比率，就是核定的案件数除以受理的案件数，换家收到多少案件，那核定了多少的一个比例。好，那这里面最高大概是新竹市，有47%。然后第二有桃园市的42%，那新北台南市的28%，新北的28%，他们两个差不多。好，那还有一个就是金门的27%。好，我应该讲错了新北的28%，然后金门的27%，然后台南的26%。好，那至于就是说整体的案件数到底就是说大家这段的时间的一个努力，那比较公平的来看，大概就是从它的一个核定的案件数，来看看它一个占县市的一个总人口或是总户数。我觉得用总户数，因为我们这次是用以户为单位，用总户数来看核定的比例，会比较公平一点。那在核定的里面，就是核定的案件数占县市总户数的百分比。大致上就是一个从最高是桃园的1.2，那第二名是新竹市的0.99，然后到台南的0.92，那新北的0.72，然后台中的0.66，各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各面速度。那我们当然知道，在这次纾困里面，也相对非常的困难，因为确实我讲过，它就是不在我们既有的一个名册里面，所以既有的资料必须要综合的判断来使用，才能够让这事情能够做得顺利。那早上还有昨天不同的县市也对这样的一个核定的情况也提出一些看法那我也不愿意再讲这个，就新北市有做了一个手册那当然很好，把相关的资料汇整起来。那不过说中央不会也不能我讲过这也是太沉重了一点。其实这个手册里面都是我们发放下去的一些公文的相关的资料，那予以汇整。那也许汇整之后更好用也不一定但基本上中央都已经做了，中央会做也能做也做了。那只是大家觉得在用途上面可能有一些怎么样来使用会更方便那也就是说很高兴他能够尽量去精进这样的一个作为。我等一下也可以把我们相关整理出来，就是相关的一些公文跟它里面的一个资料的页数也让大家看看事实上中央是做了相关的一个解释。那我也期望大家在这样子互相激励努力的前提下，大家持续的努力。那重要的还是让受纾困的人能够及早能够得到纾困的钱。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报告到这里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指挥官好，这边新唐人提问，我想要请问张教授，就是之前对于疫情，很多学者都说冬季才会再来第二波的疫情，但是在许多国家或地区他们解封后，现在已经有第二波的疫情爬升了。那想要请问张教授，是这个病毒比流感病毒更难缠吗？那现在没有疫苗，会不会是疫情爬升的原因？谢谢。好，当初大家的推测说，秋冬天的时候会有一个第二波的疫情，指的是说这一波的疫情确实在大家的努力之下，那它确实比较沉寂下来嘛。那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地区它并没有沉寂下来，那所以还在社区里面有机会还存在着带着病毒的这些民众还在社区当中。它其实还是随时有机会再传播给其他的接触的人啊，所以并不能说第一波流行以后我们就不做任何管制作为，它就
必然不会马上再传播出来嘛，所以这个所谓的现在某些国家、某些地区的放松以后，马上就有第二波的疫情，这也是就是在传染病的管控上面我没有做好的话，它本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不能说你现在流行过以后的用比较严厉的措施让它疫情控制下来，然后放松它不会再起来，一定等到冬天才会再来哈。那至于说跟疫苗的关系，那当然必然的哈，就是我们在没有接种疫苗之前，大家都又没有得到感染的话，那他身体里面就没有对这个病毒的抵抗力，没有免疫力。那你只要再接触到这个病毒的话，当然有可能就在发生嘛。所以这个当然是会不会有持续的这个疫情状况，当然跟疫苗有没有被发展出来，有没有比较多的民众接种疫苗，当然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好，其实在整个世界上还没有新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一些相关的，不管是药物也好，或者是疫苗也好，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那疫情的就是病毒或疫情的威胁，这是必然的。好，大家想想看，那这个病毒它还在，那没有疫苗，所以有人因为碰到这样的一个病毒就会被传染到，所以这一定会的。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那疫情可能会有发生，我想那也是几乎是必然的。可是它会不会变成一个社区传播，或者变成是一个我们区域上的一个大流行，那就不见得了。好，那就看我们自己的防卫的能力。好，所以我还是要强调，为疫情或是病毒不会凭空的消失，当然偶尔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存在，但是是不可以被用这东西来当依赖它，而是要依赖我们自己的防卫的能力。所以我们再三强调，一定要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勤洗手。那有病的时候，就尽量避免到人口多的就是人口聚集的区域。好，那这个防线，基本的防线一定要把它做好。不好意思，苹果日报提问，就是说职棒已经有开放2000人入场，然后也有一些分隔区分座位的一些机制，但是实际上好像球迷会跑到，因为人少的关系，都会直接离开位置，然后跑到前面集中在一块，也没有保持一些良好的社交距离。那想请问一下，防疫新生活该怎么样子？就是说针对这个部分，有一些相对的一些管理的办法。那还有就是说，有关于敦睦舰队之前3艘舰的那个血清抗体的检验结果，因为张教授之前有讲说，有可能在这周有机会公布，那不知道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公布呢？谢谢。职棒的部分我们现在开放2000人，那因为也有开放可以在线场内购买这个盒装的这个食品那还是一样我们还是希望按照我们现在申办他申请的这个计划，就是你还是坐在原来的座位里面所以购买完也好要这个回到座位去。那亲子的部分虽然现在也有开放，但是你们还是那亲子的部分还是在你这个指定的位置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职棒的4个球场、4个球团，还有职棒联盟要就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大家一起来落实好，那上礼拜张教授这个礼拜一定会公告那几乎已经都完成了。那有一些相关最后一些检验的有一些几个实验室的结果有一点落差，那我们请专家里面在这个细节上面再做一点厘清，我想大概明后天就可以跟大家来公告。不好意思，《工商时报》提问因为近期货运物流业者持续都有在建议说，两岸除了目前允许飞行的5个航点之外，其他航点如果因为疫情考虑不开放客运的话，至少应该要允许客机在存在货的情况下飞行，满足市场需要。因为业者是说，目前两岸的货运航点没有郑州、南京、青岛等航点。那广州虽然是货运航点，但是全货机的班次和运力不够，目前全货机的运力都已经用上。
上了。那要增加运的话，只能靠客机的载货。那业界是认为说，开放客机单纯载货有利无害，一来满足业界的需求，也不影响防疫。那目前我国对其他国家都没有限定航点的要求。那对于两岸的客机载货跟货运航点，为什么还不放宽呢？谢谢。好，那很好。我想在防疫上面，既然如果是没有妨害的话，好，那么就请相关的航空公司尽快的提出来，好，那我们就可以就这点来做讨论。那我想，如果有适当的一个规划，我们没有反对的理由。长官好，黑后健康提问哦。现在国内疫情已经稳定许多，但其实医师们也有反映，因为有一些患者之前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不敢到医院，他们发现说整体的就诊病患数量是下降，没错，但是重症的比率却是上升。那这段疫情恐怕还会有一段时间不会完全结束。那对于这样的现象，卫福部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因应措施？会不会也是说，其实这些其他感染其他疾病的这些感染者也是疫情下的受灾户？谢谢。我是看到相关的门急诊是有大量的1到3月减少蛮多，那4月减少的更多。那重症有相关的增加或死亡有相关的增加，我倒没有看到这样的数目。那至于未来在后疫情时代里面，那看病的习惯或看病的这些方式是不是要有所改变？然后我们也会做相关的讨论。请问哲官，因为你之前说这个酒店要用10连制比较适合，那其实现在这个黄珊珊说北市府不认为这个酒店5厅可以做到设置隔板，然后但是会要求实名制，那这个他们要求之后会进行公安检查就可以防疫就可能开放，那他们用这个实名制是不是像您之前说的可能会牵涉到各自的问题？谢谢。我刚上次讲就是说，当然要做各种的一个的方式，最主要是能够确保，就是说我们在做疫调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掌握，所以不见得一定要说连名字这样子的来做登记。那况且如果连名字相关的也许有一些各自的考量。不过我想，县市政府的管理能力应该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是说，就是用实际能够联络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就可以。那至于县市政府有时候觉得说，他能够在做各自的保护，那需要能够更严格的管理，那我们也不反对。长官好，八大电视提问，想问有关于防疫婴儿潮，就是说因为疫情啊，民众有更多时间，就是说宅在家运动，那帮国家增加这个生产力，预估年底的时候可以增加5000到1万名的防疫宝宝，那想问说部长怎么看？我要查一下这样那个产前检查的相关的数字，如果能够这样子，那我们也真的是有收获了年代一电视想请问，对于台湾的疫情之后的发展，有专家建议包含了境外移入者要两次的采检，然后用不同的方法去做检测。再来就是医疗院所还有长照机构的感控评鉴还要再加强，设置区域防疫咨询委员会，那指挥中心这边怎么看？是说谁建议？好，你要回应一下吗？有关台大今天有在做这个相关的建议啦，那这些建议的确都是就比如说我们的这感染人数比较少，那的确是我们因为防疫的结果目前只有440位的个案，那当然就是所以未来当然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这些建议我们都会纳入考量，那未来就是怎么去针对这些如果要放宽这个我们边境检疫的时候，那也会纳入考虑。谢谢。有关区域防疫的部分呢，我们本来就在
SARS 以后就一直有我们的传染病防治医疗网，所以在分北中南东高屏等等的6区里面，本来就一直有区域防疫的一个咨询委员会在运作当中。那当然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成立的时候以中央为主，那如果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暂时没有运作的时候，区域医疗网自然也会接替这个区域的咨询相关的一些事项。相关的建议都不错哈。那未来可能在传染病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了哈。那怎么样增加国家在防疫的一个能力？好，那平时就能够做好准备。好，那当我们需要做疫情控制的时候，那人力能够更充足。那这次我们当然看到说，以往我们的经验所成立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好，让我们把这一波的疫情守下来。不过也守得很辛苦。那未来应该要增加这个防疫的量能，那我们会持续努力。你好 ，TVBS 提问，想请教现在的纾困预算是由中央拨款给地方，那我们想问的就是说，如果今天地方的这个预算已经用完的话，我们中央还会再拨吗？还是就不会了？谢谢。我不知道指的是哪一项了哈。不过如果是指的这个急难救助的这一块，好，这不会，我们到6月30号符合资格的都会领得到钱。好，那我们这意味着要整个的拨款的速度能够加快。好，这以往是说你请到多好，你做了多少来请款。好，我们现在免到我们直接就预拨。好，那可能的经费就往下，如果不够，及早来申请，我们还会再拨下去。你好，联合报提问。今天有看到外媒报道，我们的台湾政府跟美国史丹佛医学院是不是要共同合作一项国外旅客检疫跟检测计划，提供一个重启国际旅游的新规章？那是不是下个月会实行这个计划，让500个人从旧金山飞台北，那行前做一些病毒检测，那之后在台湾进行隔离，然后再每2天做一次病毒检测？是不是有这样的计划？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对我们未来重启边境是不是有怎么样的一个重要的意义？谢谢。好，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公卫专家，那确实是有跟我们提这样的一个建议，是不是双边做一个合作研究的一个计划？那这里面就如您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想法是说，他们在那边登机前就先做筛检，然后做一定时间的一个先的检疫隔离。那确定筛检阴性者，那大家共同搭乘那个班机，那个班机上也大家都是安全的哈。那进到另外一个，如果是从美国飞到台湾的话，进到台湾以后，那我们还是在台湾也做一样的这个居家检疫的一个模式。那当中有一群，就是说这一群人，我们会定期把它再做一个筛检，那看看这个前端已经做了一个筛检、检疫、隔离以后，那到我们这边来，是不是不需要等到14天就有可能都证实他们确实不会带有病毒进到国内？那相较于如果说用我们原始的模式，在对起飞前他并没有任何的检疫隔离，没有做筛检，然后搭了飞机到国内，我们还是维持我们原来的14天的检疫。检疫期结束以后，也一样帮他再做一次筛检。两边做一个对照比较，是不是有可能我们有机会在前端做了一些处置以后，到了对方的国家就不需要再一定要被关到14天，这是这个计划案的一个初始的一个构想哈。那现在当然还在讨论当中。那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当然希望是不是6月可以开始执行哦。那不过细节的部分我们还在进行讨论当中，希望把它讨论清楚以后，那才确实去执行这样的一个，为了万一这个病毒长久一直持续在许多国家都长久存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变通的方式？那不需要永远每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都
都要采取14天的检疫隔离，这样当然对于日后的国际的交流、国际的往来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嘛？那是不是有机会让它做某种程度的缩减这样子？好，非常谢谢张教授的说明哈。其实大家想，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非本国籍的现在来讲，除了特殊的一些情况可以入境以外，那其他是不行。那本国籍的就是回来之后在机场如果有症状要检疫，那如果没有就要在居家做14天的检疫。那未来台湾必然是要有某个程度的开放，那我们在思考说要怎么样做才是恰当。那当然希望能够把时间缩短来，那但是我们必须要找一个有效率又有一个科学能够支持的方式来做。所以在这一次里面，我是觉得很高兴因为我们要对方的机构是可信任的，那台方是可信任，他也觉得我们这边是可信任，那双方的资料可以做这样的比对跟参考，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不但对我们未来在边际开放上有帮助。那这个研究出来，如果发表出来，对其他的国家或国际间的往来，也许会变成一个 guideline， 那也是一个台湾模式的成就的一环。长官好，3个问题提问。第一个是想请教说，那个台北副市长黄珊珊，她有讲到说 KTV 很难保持社交距离，然后现在又要酒店工作人员戴口罩跳舞或设置隔板，确实在执行上面有困难。然后北市府强调务实，他们不会自己欺骗自己，表示中央的防疫规定只是为了政策因应，然后没有考虑到实际的情况。想问一下指挥官这边的看法。然后另外想请问2个健保的问题。第一个是想请教说，现在有没有确定的涨价的时程？最快什么时候会召集专家来讨论？然后最快的话，大概什么时候会涨价？另外一个是想要请教，一样是健保的问题，就是台南市长黄伟哲他有提到说，就是调涨健保费是很不容易，但是希望部长可以不要放暑假变成毕业典礼。部长对这个台南市长的说法怎么看？谢谢。这个那第一个了就刚才讲北市府相关的，其实这个思考大概没有那么的复杂了一个就是到底是防疫重要还是跳舞重要？那一定是防疫重要嘛。那所以想要跳舞，那就要跟着防疫的基本的架构来走，那否则就没有办法跳了。对，我们总不能说因为跳舞重要，所以防疫都不管。那这样可能就引发另外一波的灾情，所以整个情况都很简单。现在我们就是有最基本的一个个人保护、个人健康行为的一个构成。那其他很多事情都可以做，但是你要在这样的一个能够保持这样的健康行为的架构上去做。那跳舞也可以戴口罩啊，这也不是那没有办法维持社交距离，我知道。不过你跳远一点也可以了那有啊，跳远一点当然。跳舞也有跳远一点呐，那就不用戴嘛那如果你一定要很近，那就把口罩戴起来嘛然后第二个，会不会毕业典礼？那政务官随时都在准备毕业了那不见得一定要有典礼了指挥官好，大纪元提问，这边有3个问题想要请问，就是现在在俄罗斯的国人，日航已经决定5月25号特别派班机协助国人返台，但目前俄罗斯的疫情严峻，那想请问指挥中心对于这部分的返台的国人会采取怎样的检疫措施？那第二个是全国的各级学校各类的球类竞赛即将要开打。那想请问指挥中心的看法，是否会建议开打或者停赛？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针对刚才台湾跟史丹佛大学的计划，想请问这个是史丹佛毕业的一位台湾的企业家提出的建议下促成的吗？谢谢。刚刚是提到哪一个球赛事的开打？就是全国的各级学校的各类球赛的部分。现在以比较大型的学生运动
全中运跟全大运。那全中运的部分，在这2天，全中运的筹委会做一个决定，那可能方向是在7月的中下旬会来恢复。那我想全中运是最重要的指标啦哈。那全中运开启之后，大概全大运跟其他的各单项的运动，教育部就会辅导各单项去陆续来做处理哈。那俄罗斯的这个，我们现在如果有其他国家，那我们会评估当地的疫情的状况，那回来是采取集中检疫，或是我们现行的阶段，那只要是从国外回来的，那住家不适合当居家检疫场所，我们就会鼓励他去检疫旅馆。有关于史丹佛提出来这个，就是双边互信，然后可以试着尝试要缩短，是不是到对方国家可以缩短检疫时间？这个研究计划是应该就我所知的是这个教授提出来的。好，那可是他在当地他就必须要做所谓的采检哈，那要做检验，然后要在当地就需要在固定的地点，目前设计的可能是在机场的附近的旅馆做检疫1天或2天的时间，所以这些可能都需要一些经费来做帮忙哈。那所以那个教授是有提到他已经找到愿意赞助这样的一个研究计划的经费的来源这样的。好，至于在俄罗斯回来的，属于在我们大概可能是首次。那如果人比较多，那疫情的状况我们也往来没那么多，所以基本上还是会以集中检疫为原则了哈。中国时报提问：刚刚副指挥官说到全中运可能在7月恢复，但是不同的运动是否可以保持社交距离情况不一样？像是羽毛球或者乒乓球离得比较远，可是篮球的话，基本上大家都要靠得很近。那是否不同的球类恢复举行赛事的时间会不一样呢？以上。运动选手的部分跟观众应该是把它切割开了哈，因为HBL 大家还印象，我们在疫情刚初期的时候 ，HBL 跟 JHBL 的部分，那他们都是封馆，就是只有球队的比赛，所以因为球员的部分他都是固定的成员嘛，那他们长期以来都有教练跟运动团队对于身体健康的状况都有很确实的去掌握嘛，因为他们平常也还是要维持这个训练哈，所以赛事的举办它可能会分成是有没有开放观众这的差别，那选手的部分当然是要在这个健康的管理上面是落实的。大家常常在讲这个运动哈，这运动本身是比赛人员的本身，那另外一个就是观众，好，那比赛参与的人应该是属于比较特定的对象，好，那当然需要做一些健康的管理症状的一些评估那必要的时候也许需要采检，好，那但是观众这部分属于就是说比较是不特定的对象，好，所以社交距离、戴口罩等等的就要去执行，那而且开放的时候就会比较晚。那比赛的本身因为是特定的对象，那可以做好健康管理，所以相对的顾虑是会比较小。一般民众从事球类运动的时候，是否也会建议说要跟特定对象你认识的人去一起打篮球，不然跟不认识的人打，是不是就算不特定对象，比较难以掌握？对，我的看法跟你一样了哈。那不过也不要，这也是很难的哈。不过在这个比较更不认识的，可能就要离3步远了哈。大家都变成神射手哈，这样不能靠太近。不过我相信大概都一般人在打球的时候球场其实进出的人也都差不多是一定的。好，那当然我是觉得在这个疫情的期间，那跟陌生人的太近的一个接触，又没有办法戴口罩。那可能是需要稍微避免一下。
长官好，不好意思，想请教一下，因为您是不是有拍摄那个用爱画个圈的影片？然后当时是有一些小小 NG 的状况，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这个拍的这个状况吗？谢谢。那不能算是 NG 了，我只是手没有办法画那么圆了。没有了，那时候讲的时候，我以为就这样子玩哈，那就完了嘛哈。那大家觉得说我没有画得很圆，现在我会了哈。不过事实上，我这手是有点痛，要画那么圆的话是有点困难。这老人家的这个小毛病很多，好，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哈，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有莲子，有没有请大家喝这莲子汤？啊，没有是？哇，好。开放几碗是不是？好，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哈，谢谢大家。用本周的上班场同下班场，而上班场时间呢，主要有请一个外交部长吴钊燮喺前身来到嘅记者会现场，係飛到馬街路。前主任呢就係講，現一個世界衛生大會 WHO 為啲台灣呢下晝6點嘅時間，用視訊會議方式來舉行。不過台灣呢今年係強調冇收到一個有獎函，一個外交部長認為講，也係認真受到中國嘅打壓，將會有安內容問題。故所呢，一個外交部長吳钊燮呢前主任呢就遇到一個冇收到 WHO 有獎函嘅問題呢，來到現場表態抗議。建議美國呢，除了為來表態呢強烈的遺憾同不滿以外呢，認為下星呢本世界衛生組織來表態抗議。另外，國務長吳钊燮呢，佢主要同大家來講到，其實呢，台灣呢喺亞派嘅防疫當中，最近呢係表現到非常嘅大熱。係講呢喺全世界其他國家發生疫情嘅時節，台灣沒有出錢處理到。前主要呢就係講有提供一道最美啊，無就係防護傘，韓國有種係護目鏡，一條防護裝備，總共呢係天數嘅80人嘅國家哦。故種呢，佢認為講，亞派呢中國係認真政治原因來打壓台灣，就影響到台灣嘅人民韓國一個衛生空間嘅權利。而且呢，係會繼續呢來發聲同世界衛生組織來表態抗議。佢哋會議當中呢，就有媒體來問到，就講呢亞派其實呢，就看到有眾多國家呢，像係美國啦、日本、韓國種加拿大嘅國家，都有呢同世界衛生組織呢來提出呼籲，希望呢世界衛生組織亞派呢為邀請台灣呢同全世界來分享台灣的防疫經驗，做埋呢一個世界衛生組織係係唔答應咯。另外，國務長吳钊燮呢，佢主要講到，其實佢認為，因為中國對世界衛生組織導向嘅影響力係係動態哦。故種呢，雖然講呢，一般呢所有友邦都有提案呢，希望呢台灣做嚟加入相關嘅會議，唔過呢，也喺中國嘅影響力之下，故種呢一個世界衛生組織呢，主要係喺談中國嘅，故種呢係係唔本台灣嚟參加相關嘅會議。喺中國嘅片呢，前主要呢係只有一個聯合國嘅提議前500號建議唔本台灣來參加。另外就部長吳钊燮佢就在個禮拜同大家呢來強調，就講呢一個聯合國嘅相關建議，將處理嘅中國代表權問題，並冇出現呢一個中國呢來處理台灣嘅主權問題。嗰種呢其實台灣呢來參加一個相關嘅國際組織，前主要呢就講所有一個台灣人民選出來嘅政府，將有辦法呢來代表台灣來參加相關嘅會議。喺針對呢一拜嘅台灣其實冇辦法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嘅衛生部長陳時中，佢沒有講法。佢講呢也嘅偏袒呢係無本國籍嘅，假使呢我來對抗疫情呢，檢測檢疫會其實呢係喺全世界強下呢來出現出力來分享經驗，將有辦法呢來防嘅疫情呢趨快來。嗰種呢建議嚟講，台灣一般冇辦法來參加相關嘅會議，係台灣人民所有人民嘅損失。所以講呢，咪係全世界嘅損失，亦係有關一般台灣 WHO 相關會議嘅問題。後生來呢，我再過來看到呢，就係建備國內係係維持冇確診，已經連登11日都冇新增加確診嘅案例。嗰種呢建備呢，就有農民就提供一啲連呢，有到記者會嘅現場，就並啲記者會嘅現場嘅檔案。
希望呢，我用一个连呢，我因呢，希望呢，一个以前呢做的连指绝讲，一个以前呢唔好再搞技术拆开来，唔好再搞有行政假嘅确诊个案，嗰种呢已经变台湾呢个确诊呢累计人数还系维持伫440例，嘅死亡人数起来到嘅7例，还个有解除隔离民众系增加到嘅398例。因此，看到呢一个隔离嘅人数呢系见来见到，严重强确诊人数将440例，也呢有398人已经解除隔离，相存42人还伫隔离当中。喺指挥中心就认为讲，其实有安阳神经嘅整件系非常好，你希望呢继续呢也留下嘅台湾防疫安好嘅表现呢来继续来维持下去。喺台湾呢防疫其实系整件做到更好，一下呢有动到民众嘅成分，就已经呢渐渐嘅爱准备爱来恢复正常嘅。不过呢啲国际嘅片其实以前也含系上系动地开。尤其呢，从喺先前南韩嗰片又发生呢亚点发生群起感染嘅事件，因为唐国呢现在一啲接触人系见来见到，故所呢以前还有检测见厉害情形。南韩呢台人亚点群起感染又新嘅发展，南韩政府喺东区事件17日講出現2例提示台感染嘅病例。The two people went to a singing room or noraebang that was visited by Itaewon clubbers. 南韓政府講呢2個案例看得出卡拉 OK、酒吧、保齡球館呢都有場所停車嘅特別嫌疑。好消息係，連2例真正加嘅病例強冇到13。總統府才認知道，南韓3萬檢測對象已經降低傳染風險，不過未見過對冇病毒之前，更怕還會有像安樣嘅感染。疫情控制下來，南韓國際學校女士2年開始未有小復課，高中先恢復，所有學校按順利6年初8恢復課。日本疫情未下跌，東京都17日強增加5例，台灣府係過嚟69年過後，各出現模擬確診。日本政府為第20日概念決定外界出東京、台灣被回頭了了8個提起嘅緊急狀態模。日本疫情變下跌嘅同時，已經封鎖為2年嘅熱土，疫情殺見到見厲害，但呢先增加5000人例，總共有9萬人例，3000人生意死亡。原土政府17日提升擺放衝封鎖令到5年30日概念，繼續封鎖機衝擺呢成為珍貴嘅外觀因，因為封鎖令冇辦法工作嘅外田之工，係道路紅藍車成為搭應該車人物。ये लोग रात को आ गए थे, इनको तभी से समझाया जा रहा है कि ये लोग ट्रेन से जाएं, बसों से जाएं, किसी भी डग्गा मार गाड़ी से ना जाएं। इन लोगों को बार-बार समझाया गया है। कुछ लोग चले गए हैं, लेकिन अभी भी काफ़ी भीड़ है यहाँ पर। 原土政府先前已經安排火車勞工查停選外田之工專家向5個東東年度先強到全球5個危險，監督火車背後，唔但強增加群起感染風險，還有可能會冇命。原土政府統計，強上禮拜6日呢至少超過33人口，但應該查專家向嘅時間殺出意外死亡。疫情他們最好嘅還有美國已經有超過140萬生意扯到9萬人生意死亡。先前爆出疫情嘅香港冇感到是復合，唐港有13年後嘅過後檢測有出現中時，未回美國回卷果凍建造，記者700年變日。看到呢一下呢，全世界其實呢還係有動到國家疫情係嚴重呢，就會知道講做台灣人證件同係服務，從係相關嘅防疫物資都係真係一重組。故所呢，一下呢，其實呢唔單止係台灣嘅人民希望呢一個疫情呢做到結束，其實呢也可能呢係全世界所有民眾新冠態度請希望嘅。喺以上呢，就係見比下家新新聞同大家整理相關疫情嘅重點，相同嘅朋友都會提供早晨9點半嘅繼續來收聽，呢下家新新聞。下家新新聞，下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先。我係陳彥祖，我係希里定。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前情發展。請收聽下個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觸摸下個新新聞。